觀光署公布今年第一季旅館甲民宿客載狀況，發現這違法的旅館有1174間，其中台北市佔上濟；也那違法的民宿是屏東縣上濟，有133間。觀光署表示，已經有加重來處罰，希望確保旅客安全。為了加強查緝非法日租套房，台中市府去年12月對3間違規營業的日租套房強制斷水斷電。驗據交通部觀光署公布今年頭一季各縣市旅館甲民間的客載狀況，發現非法的旅館比去年同期加42間。非法旅館的家數以台北市上濟有410間，全部是日租的套房；擱再來是台中195間，宜蘭縣156間。以加重處分，一經裁罰一次代金後，若仍繼續經營及採取斷水斷電。本局與在地的管委會及地方社區緊密合作，教導民眾如何辨識合法旅館，透過社區自主巡守的方式，讓日租套房無所遁形。不過，非法的民宿甲去年同期比較減少44間，客載結果顯示，非法民宿以屏東縣上濟有133間，南投縣106間，宜蘭縣71間，裁罰金額總計是387萬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建議，政府愛來加強查緝，才法度避免非法的旅宿業者排除這個正規旅宿經營的商機。日租的地方，那是不是周邊所住的一些客人，是不是就是龍蛇雜處，會比較亂一點？安全性對我們的消費者來講都是比較堪憂的。它並不會標示它的完全正確的地址，在查緝上面它就有相當多的困難要解決。對於旅館甲民宿客載結果，交通部觀光署講，避免非法旅宿業的日租套房，影響旅客旅遊安全。近年來加大法規裁罰，增加非法旅宿客載，加上補助各縣市增加旅宿客載的人力物力，希望提升非法旅宿查處的績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